总经理，您会儿哎，别那个，我好羡慕总经理这么幸运啊！都结婚这么多年了，还这么浪漫，真叫人羡慕。我呀，是把结婚纪念日设置在我老公手机里，要不你以为男人会有那么好记性吗？哎，小爱，怎么啦？今天脸色怎么那么差啊？还不快过来沾沾喜气？哎，对呀，我把花分给你们啊。好运。哎，小爱，天天开心啊！谢谢总经理。他爱我，他不爱我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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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不爱我，他。哎呦！艾总呢？奇怪，他刚刚还在这里，可能有事出去了吧？偶尔。啊，你不是说你俩相互看不上，才能维持男女之间纯友谊这么不科学的东西？他为什么要留着那段音频？他留着也不一定是为了让你履约啊，说不定就是为了好玩。哎，他也说过你俩之间是不可能的，是不是你想多了？不光是这一件事。总之，我现在心情很复杂。也对啊，怪不得他在参与你追 Matthew 的这件事情上这么消极呢，帮着自己喜欢的人去追另外一个人，哎呀，太虐心了吧！哎，不管他对你什么感觉，你对他有没有感觉？这话当我白问。你要真的喜欢他，你现在就不会纠结了。我以为我跟他是始于友情，终于亲情。这中间如果没有爱情，还不如你俩相互看不上对方呢，省得一个有情一个无义。我承认，在我空窗寂寞的时候，在我受人打击的时候，有想过要不要跟他发展一下。但这应该不是爱情吧？这是心理依赖啊！我问的直白一点啊，你对他有没有欲望？没有啊。那完了，哎，你俩彻底不可能啦！他在你这儿都没有性别，也不是没有性别，只不过什么？他的性别对你没有用，就是没有性别。什么毕业10年的约定？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？这个跟约定是没有关系的，是看人。如果今天是 Matthew 跟你有10年的约定，那你现在还不开心的心脏病突发一命呜呼啦？滚！我现在都什么样了，你还拿我开涮？那我过生日的时候，他干嘛不提？现在又干嘛提起来？他可真够会给我找麻烦的。是，这一边呢是 Matthew，一边呢是路飞。
到底选择哪个呢？真是甜蜜的麻烦。萨尼亚，你说，这人有没有可能同时喜欢2个人？哎呀，大宝贝儿，怎么突然想起请我喝酒了？你不是想要跳槽吧？我跟总部申请给你加薪呢。不是公事啊，但如果你要给我加薪呢，我坚决不反对。顺便把我每年买鞋子的钱都给我报了。哦，那明年再说吧。有什么喝的？啊，新发明天生一对江小白对橙汁，最适合2位这样漂亮的女士了。请慢用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口感不错啊。这个叫女士有点太古板了吧？我们家小爱还是小公举呢。你跟你老公是怎么在一起的？暑假毕业以后，他跟我表白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那在一起20多年，应该很不容易吧？磕磕碰碰也是有的，但是无非就是为了要不要留北京，要不要生小孩这种事情大吵过。但是2个人在一起，有时候就像这个酒和橙汁一样，都各具特色，混在一起呢，就会产生不同的化学反应。这其中的奥秘啊，就在于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真好。一想到当年不起眼的我，长得不好看，学习成绩也一般，他能喜欢我，就觉得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的眼光。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的眼光。再来2个烤串。你好，你还点点什么5串板筋，2串奥尔良烤翅。哎，好嘞。您是一起啊，还是拼桌啊？一起的。一起的。您刚才点的那个烤翅是单面辣还是双面辣？双面，变态了。哦6面，变态了。你们直接吃辣椒得，6面得加钱啊。这顿我约的，我请。废话。哇，6年前的音频他还留着，他不会那个时候就喜欢你吧？那他不说，他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啊？我不想去深想这个，因为没有人比我更知道暗恋有多痛苦。我暗恋的人不在我身边，
中间我还断了好几年。如果他真的暗恋了我6年，不过啊，在我们黯淡无光的时候，有人看我们眼睛却是亮亮的，这个人一定要珍惜。六面儿，变态，再来点什么酒水？把袋子拿来。好，不用酒水了，谢谢。太可笑了，人怎么可能同时喜欢2个人呢？太不要脸了！可是真的很令人向往。向往？你就不要在这儿瞎主攻了。我知道他很好，但是他越好，我觉得自己越坏。你能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他很好，我知道，啊，但是他怎么能只做我的1/2呢？哎呀，那你就同时跟2个人交往呗。你喝多了吧？哎，不过我还是很想知道你到底喜欢那个人是谁呀？啊，我都不知道那个人还喜不喜欢我。哎呀，又是这个古老的话题，你爱的和爱你的。不过有些人真的是想多了，其实这2个他们都没有。对呀，所以我要死都要选择我爱的，因为我活着就没有爱我的。这个好，这个精彩啊！来，那些不喜欢你的人是没有看到你身上的好，你不用在意那些，也没必要伤心难过。你只要一直坚持自己，做独一无二、与众不同的自己，就好像你最喜欢吃的榴莲一样。厌者怨其臭，但爱者赞其香。想什么呢？你是最棒的，你才是最优秀的那一个，不用怀疑自己。只不过现在还没遇到合适的人罢了。你是单身吗？我说是，你信吗？要想知道是不是毒药，只能以身试毒啊。我不是毒药，他也不会中毒。为什么回来？你在美国应该有很好的生活。在美国，工作内容、朋友圈子、周末假期、社交内容，全都是固定的。所有的一切，都像是一个标准的程序，毫无悬念，毫无挑战，荒废人生。稳定有什么好的？稳定意味着退步。
真正的稳定来自于内心的强大。人就是要不断追逐新的目标，完成新的挑战，实现更多可能。我认为我放弃了那些，我还能重新拥有，但是我新创造的才有更大的价值。人生的真谛在于突破自我，挑战自我，不断提升自我，永无止境。你尝过他做的饭吗？她看起来是那么聪明、独立、事业型的女人，却那么会做饭，那么体贴人，那么会照顾人。这种反差真的是太有魅力。她的性格很好对于工作充满热情。最重要的是，她很有趣。他是真的很好。我和他在一起很放松，他就像我认识很多年的老朋友。我以前从来没有在乎过老乡、同学，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能说上话的人越来越少。但是小爱，她让我找到了家的感觉。是啊，他真的挺好的。很遗憾，我们做不了球员。没什么可遗憾的，互相讨厌的人当不成朋友。他们既是两个独立的、有魅力的个体，又彼此吸引，互相欣赏，两情相悦才是最好的爱情。杜飞啊，我这路上堵车得稍晚几分钟，那学习资料都带齐了没有啊？都带着呢。怎么着，听着精神不太好啊？没有啊，没事，您别着急，我在机场等他。啊，行，那就这样啊，哎。你转管理岗不合适吧？是不合适，我也不想去。哎呀，就把你培养成基础官啊！这总公司呢，每年有几个委培的指标去搞大进修，特别是种植，那竞争相当的激烈。到时候我就推荐你去，当然了，你自己得努力啊。我听说还有儿童牙齿治疗方面的课程。觉得你还是合适种植。是，这儿童这口腔呢，它也都不错，但是你要学习种植呢，对你以后的发展也有利，对你提升也快。我个人还是对儿童牙齿治疗那边感兴趣。不是你有兴趣，那以后有的是机会嘛。有听我的一点错没有啊？明天还有研讨会，早点休息。那您也早点休息啊。绕一圈又一圈，太遗憾，还是深陷
一层层，一团团，自我催眠。再次被反复打乱，或许早乱成习惯。可不可以不要再敷衍？想一遍，再一遍，太为难，难以挑选。一段段，一片片，没办法判断。继续被勇敢欺骗，心难免感到不安。错把习惯当做了答案。喜欢爸爸还没有到时候，就差那几分。别，这马上开会了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许在酝酿中，平静的接受。就让我勇敢一次，也自私一次，不为将来，也不计后果。我们举杯问候。从朋友到一句 Love you。曼曼去哪儿了？她怎么手机一直关机啊？她出差啦。出差？她去哪儿出差？她去了大连。什么时候走的？昨天晚上的飞机啊，我帮她订的。昨天晚上？几点？我帮你查一下。哥，你没事儿吧？昨天晚上10点半。他本来今天要回来的，但是他说回程的票不用我们订，他还要去别的地方。还要去什么地方？没说。还有本事永远都别回来啊！他去哪儿了？我想见他。其实，你比我更了解曼曼。她虽然看上去外表强大，实际上是玻璃心里住着一个小女孩。她需要的是那种内心强大、冷静、成熟的男人。Matthew 刚好就是那样的男人。我足够成熟。可是你太心软啊！而且吧，你天生敏感，像我们这种大咧咧的人是很容易伤害到你的。反正曼曼以前就是跟我这么说的。我不同意。你是他妈，需要你同意啊？问你是尊重你，管你同意不同意，我都得追他。你敢追我就敢捣乱。哎呀，人家是认真的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哎呀，认真个屁！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交往交往就了解了。他不愿意呢，会伤害你；他愿意呢，会伤害他。所以我选择先伤害你，因为你的心里比较壮实。哎，你怎么就一定说我会伤害他呢？说不定我治愈他了呢。你没有那个本事，我也没有。因为我比你强的是，我有自知之明。所以说啊，如果6年以前你要追他，我肯定支持你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你们俩都太在乎对方，太怕失去对方了。可是恋爱和婚姻恰巧就是失去另一个人最好的方法。曼曼还问过我，人有没有可能同时喜欢2个人？你说呢？
别告诉他我来找过你。给你惹了这么大一个麻烦，你一定很生气吧？又要绝交吗？不是说好了放在门口吗？昨天晚上都没吃，都馊了。馊了你不会帮我扔了呀？干嘛打扰我看？我看书啊？我怕里边人也馊了。谁让你跟陆明远说不要他钱的？你这孩子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他有钱给那女的买项链，没钱给你买房子，拿着，这是应该出的钱。对了，我还跟你说，你以后啊，你必须天天给他打电话，你折磨他，啃死他啊！我为什么不跟他离婚呢，儿子？我不就是想他以后这一辈子挣的每分钱都有咱娘俩的份儿吗？你明白了吗？啊，还有啊，你呀，你得跟你周围所有的人，什么同事啊、朋友，包括领导，都把你跟小曼这个事儿说清楚，告诉他你们俩的关系已经定了。哎，这还怎么挂我电话呢？你怎么能挂我电话呢？曼曼，她是很想结婚的。相信的人爱听情歌，用别人的故事暖和我，从难过变沉默，不想了。甜蜜也甜蜜过，苦涩也苦涩了，别戳破。孤单的心吧，看流星被都这么晚了，外面都起风降温了，你怎么不回家呀？妈刚给我打电话了，把你臭骂了一顿，说你敢挂他电话还关机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？都不说，那么多借口可以。曼兰姐还没联系你，那么多，她怎么能这么躲着我们呢？像一个大人似躲不动声色。你是不是还在生我气？心里的我也没想到会这样，真的。疼痛小小戳，我错了，错的是我。悲伤拍拍左，我们俩现在这个样子，像一个要是能回到过去那样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保护好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。里的太憋气了。表白有这么难吗？有这么复杂吗？表白很简单，难的是成为对的那个人。对他来说，我不是对的人。先抓住他再说。明明知道自己有问题，
就想着先恋爱结婚再说，把恋爱结婚当成万能钥匙，结果往往自己的问题没解决，还引发出一堆新问题，折磨很多人。我就是替你感到不值，我不爽。为什么你们两个人都是单身，感情那么好，连家里的人都在撮合你们在一起，连你们这样都没办法在一起，还让人怎么相信爱情啊？一个大人俗的不动声色，保护好心里的那么多。何必跟一个喝醉酒的人较真呢？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。嗨，你好，我叫路飞。你好。吓死我了！胆子这么小，就别把钥匙给别人呀。来找我干嘛呀？上次说请我吃大餐，什么时候兑现啊？去公司找你，你也不在，连轴出差，全世界就你最。啊，是小梅跟我汇报过了。最近我不是总是公差吗？来找我就是让我请你吃饭呀？要不然呢？好啊，没问题，想吃什么都行。你哥呢？还加班呢？他相亲去了。相亲？你说他相亲？你什么表情啊？我哥也是很吃香的好吗？他们领导给他介绍一个女的，家里巨有钱。哎，你一年能挣多少钱来着？50万对吧？人家一年啊能赚500万、5000万呢！哎，行了。你说路飞去相亲啊？我没睡醒吧我？这下醒了吧？坏女人，假小马呀！你别打我！回来了，吃饭了吗？吃过了也来陪我再吃一会儿吧。色香味俱全吧？终于换我等你一回了，我都等你2个多小时了。
相亲相的怎么样啊？还不错。怎么突然愿意去相亲了？我妈催得紧，又是主任介绍的，不好推脱。来真的？是啊。奔着结婚去的？对啊。说谎！你不是不想结婚吗？人的想法是会变的。再说，不能一直由着自己性子来，要学会妥协。我知道你最近压力比较大，但也不至于妥协到相亲这个地步啊。如果相亲的话，你当初还不如选择青青呢，起码青青对你是真爱，他是真心喜欢你啊。青青我已经错过了。你还真考虑过青青啊？那你不如跟我在一起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相亲这条路根本就不适合你。我第一个考虑的就是你啊。咱们俩最熟，感情深厚，知根知底。我妈最喜欢的就是你。跟你在一起对我来说是最省事的选择。省事儿？你拿我回家跟你妈交差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不反感的话，咱们俩早就可以尝试一下，没准会有更长远的发展呢。什么叫我不反感？你还能再勉强、再将就一点吗？你不是也是这么想的吗？以前你就跟我说过，不行，咱俩就凑合一下。我说的话是那意思吗？谁要跟你凑合呀？合着你留着那段音频，就是怕我后悔，将来有一天不被你利用是吧？看看你这一副壮士断腕的沉痛表情，你勉强，我还不勉强。所以咱俩都没必要勉强啊。我看你这次跟丁原很可能有个好结果，我还挺高兴的。至于我这个相亲对象，我不想听。说来说去，不就是想证明你很受欢迎吗？就连带我回家都只是个交差嘛。我没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凭什么跟你凑合着过？我敏感，我尖锐，我自作多情，我不完美，我不讨喜，我是颗榴莲。你凭什么给我贴这么多标签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你多了解我，多懂我吗？你别以为你在我心中有多重要、多特别、多不可替代，不过就是个食之无味、弃之浪费的老同学。相亲嘛，缘分到了，也能碰到合适的人。刚刚我说的话太重了，我收回。你应该很明白，你对我来说很特别，很重要，很不可替代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所以，我只是希望你好好的。你也是，我们都好好的。吃饱了就别吃了。绕一圈又一圈，饿着呢。太遗憾，还是剩下还做的不好吃，都服了。
一段段自我催眠，再次被反复打乱，或许早乱成习惯，可不可以不要再敷衍？你的进度不能超过我啊！想一遍，再一遍，放心，太为难，难要不就2万块钱红包，一段段先包给你得了。一片不要，片，没办法我才不要胜之不武。断，继续被勇敢欺骗，心难免感到不安，错把习惯当做了答案。还没有到时候，就差那几分钟。哥，我一直想不明白，爱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啊？流的泪酿成酒，我们举杯问候，从朋友到一句 Love you。有的时候喜欢他，有的时候没那么喜欢他，再多给还有的时候分钟，是中间又不是自己喜欢他。两颗心，一条线，划分很简单。你应该很明白，你对我来说很特别，很重要，很不可替代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只是希望你好好的。就差那几分钟，你要让他相信什么都没有改变，你要像以前一样，不能疏远分毫，不能刻意亲近，这很难，但你必须做到。我们举杯问候，从朋友到一句 Love you， 从爱人再回到爱豆。一起过中秋吧。他约过中秋，肯定是为了……他见我，永远是气度不凡。人类把这段彼此留有余地，表达委婉顾忌，难说不累，却乐在其中，大概是一生中最爱对方和自己的时期，叫做甜蜜期。甜蜜期的意见、疑问或者抱怨，需要自己消化，一旦说出来，就像在精美的蛋糕上撒了一层粗盐。是你约我出来，有什么想问的？你就没有什么要向我解释的吗？是上次车里的那段音频吧？你倒是问呀，答案我都准备好了。你跟别人的事情我不感兴趣，但如果你非要说，我也可以配合着听听。
击男神不过问录音的事情约你过中秋。他什么也没说。好了没啊？马上。开始吧。好啊。先看第一张。哎，恋人。恋人，就是在说我跟他之间的关系。你不知道自己给自己解牌啊，是塔罗牌里面的凶之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看第二张嘛。月亮。今晚啊，月亮就是指今晚。走，下张。命运之轮代表着你会遇到心仪的对象，一见钟情，然后被告白。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先走了。你还有第4张呢。先不算了啊。人都反了，哎呀，激动白激动。中秋节快乐！来，你跟曼曼姐就这样当做什么都没发生结束了？没有结束。你们俩什么都不说，不就等于结束？小梅，其实从一辈子的长度来看，亲情要比爱情伟大，而友情却和爱情不相上下。将来你就会明白的。吃饭吧。喂，我刚刚打电话给你呢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不去找你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今天跟一个朋友有点事儿。节日快乐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回来了。什么？
没听错，我说的就是女朋友 girlfriend。女朋友？你有幻想症吧？是可以吗？人现在在我们公司，在我底下。女朋友？他真的有女朋友？怎么可能啊？假监气之前，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从哪儿冒出来的女朋友？发了一圈见面礼，正跟 Matthew 吃爱心午餐呢。我先挂了。谁有女朋友啊？信不信他？拉。丁宇阳，你厉害。他都这么渣了，你还打给他干嘛？我要问个明白。问什么呀？问他女朋友为什么回来了？你有什么资格？我怎么没有？那你要问什么？问他喜欢你还是喜欢他女朋友？这不是自取其辱吗？其实你们俩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们怎么没有？哎，忍住忍住，我们还需要自尊呢。我不需要，我现在要疯了。他凭什么这么对我？那他还对我跟你勾搭，他不是因为女朋友不在身边吗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现在女朋友回来了，怎么样？立马就不联系你了吧？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叫劈腿水上漂，渣男的标准动作。哎，中秋节是不是也放你鸽子了？肯定也是因为女朋友回来了，什么都没敢跟你说吧？这叫撒谎成性，渣男的标准守则呀，全都是套路。他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他怎么敢套路你？谁让你当真了呢？玩弄你感情，人家不承认呢。哎，承诺过你什么吗？好像什么都没有吧。如今这个社会啊，几个弟弟都有可能怀孕，你怎么能指望拉个小手别人就对你负责了呢？再说，如果真的有什么，那也是你破坏了别人。我跟我哥是不是提醒你几百遍了？可是你就是不听啊！终于你做了别人的小三儿，闭嘴！能不能看着我？能不能放下？哎，人家女方说对你特别有感觉，你为什么跟人家说你不想结婚呢？这有什么可为什么的呀？不是，你这些想法就代表着你是目光短浅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你不想结婚，等以后你岁数大了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年轻人你不能这么任性啊！主任，这不是任性。我会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的，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结婚。那你想过没想过去爸爸妈妈的心情？我理解长辈的想法，在长辈们看来，每个人的人生都放在一个时间的坐标轴里边，有一定的步骤和节点。到了我现在这个状态呢，就应该是结婚、成立家庭、生小孩。这有什么不对吗？这有什么不对吗？但是您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人。时间、年龄，这不是结婚的坐标，感情才是。选择一个人生活虽然是少数，但是反正也没打扰到别人，总该被尊重吧？不是我现在是不是岁数大了？我理解不了你们年轻人的想法呀。不是你们为什么非得就那种标新立异？能明白您当父母的、当长辈的。都是希望孩子结婚是为了幸福，这是大前提。但是结婚不等于幸福，有孩子也不等于幸福，这都不是一定的。选择不结婚也不一定是任性，反而有可能是更理性的。哎，说的全对。我可是记得他刚回来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，就算他有女朋友，你也不在乎他。你现在是可以公平竞争的。那就随口说说，还能真的不在乎呀？
也对，这人的身份不一样，这道德的天平都不一样沉，也不太可能公平竞争哈。我走了99步，总是折在最后一步。为什么总给我希望又给我失望？难道我被下了什么第三者的诅咒？之前安卓是这样，丁雨阳还是这样，只怪现在的女孩子下手忒快了。哎，真的条件稍稍好一点的，全都名草有主。现在这个情况啊，是狼多肉少。我已经让过一次了，凭什么还要让我让？不用让啊，抢！哎，管他什么树影啊，什么夜影啊，我觉得吧，只要你喜欢，只是女朋友，又不是老婆。怎么被狗咬了还惦记着反咬一口啊？知道他是渣男，绕道躲都还来不及，还往上扑，同归于尽。人品这个东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知道他不行，赶紧拉黑得了。你正儿八经谈过恋爱吗？什么？我说我谈过5个女朋友。你真厉害！你呢？我老。切，谈了5个女朋友，应该叫贝贝、晶晶、欢欢、莹莹、妮妮吧？我记得你以前说过，你相信他能处理好。我那是吹牛，我怎么能不在乎他有女朋友？他有5个前女友，我全都在乎。大学的那会儿他就是这样，他就不能有属于自己的空窗期吗？哼，对于渣男来说，有几个女朋友，结没结婚那都不重要，只要他没死，天天都有空窗期。你真的赶不上他的3观，你就别再往上凑了，行不行啊？啊，别一口一个渣男的啊！我师兄，我跟他这么多年，我还是了解他的，他的人品相当可以的，就是他的女朋友是比一般人多一点。不过以他的条件，对不对？那是正常范围之内的。你的意思是让我们曼曼姐排个号呗，等着下一波翻个台？千帆过尽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懂不懂？不懂。没行了，都别瞎说了。说到底是个你情我愿的问题。曼曼，你现在要清楚：第一，你得明白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在哪；第二，要弄清楚他的心意和真实状况。心意这个东西不就随口说说，真实情况上哪查呀？再说了，你又不是……那你在这瞎猜也没用啊。这事儿还是得你自己去问他，自己判断对错。哎，我觉得路飞说的对，你不管怎么说，跟 Matthew 再谈一次，给他一次机会。当然，我觉得他不会骗我，可能是个误会。哎呦，渣男的话就不能信，你们两个能不能长点脑子呀？渣男会承认自己渣吗？他恨不得左拥右抱，全世界开炮。你吃你的，吃还堵不上你的嘴，你。你说我到你们公司上班好不好？我相信我很 match 的。美国那边工作我已经辞掉了。辞了？嗯。你回国是为了追求理想，你的理想我会尽力帮你完成，做你工作上最好的伙伴，生活中最好的伴侣。这是你最真实的想法吗？是啊，我都已经回来了，你还怀疑我？小颖，北京对于你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城市，你不觉得不适应吗？不会啊，因为这里有你。你辞掉美国的工作，你父母知道吗？
嗯，他们尊重我的选择。小影，你离开这么美好的生活环境，熟悉的朋友，丢了那么好的工作，也离开你在美国的父母，你万里迢迢跑到一个这么陌生的城市，你真的开心吗？我是真的很开心。只有北京有你，有你的地方才是家。你回北京这么久，都没有好好休息吧？我舍不得睡吗？只有看着你，我才比较踏实。我们待会儿吃什么？随便了，看你了。那吃火锅好不好？ No problem。